来看高雄凤山的文西街附近是拢是透天的社区，所以因为顶仔卡袂使停车，这住户只好甲车拢停伫路边，嘛造成讲这粪扫车甲消防车拢驶袂入去。上惊的就是万一若出意外，这损失恐惊是真惨重。民众嘛望讲政府会当赶紧修法，互因上无伫家己厝头前的顶仔卡嘛会使停车。 粪扫车拄我入去文西街煞袂过，因为路边停几辆台车，若搁挖，恐惊会压到别人车。若粪扫车、消防车是要转挖，都有困难。高雄凤山文西街是透天厝社区，路边拢装车，有民众烦恼阻碍交通，把车停伫家己的顶仔卡，煞随风开单。这就我们自己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能停车啊？ 顶仔卡依法袂使停车，毋过8米宽的文西街两边停车了后，敢若剩4公尺会当通行。若影响粪扫车出入，万一火烧厝，嘛可能挨着救灾。民代甲当地的里长李明8月15做伙发声，希望放领顶仔卡停车的规定。环保车、垃圾车根本不能开，所以这种法令哦，是造成地方一个很大的困扰。 骑楼如果保留人行空间后，那各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，公告骑楼停车得劝导免予举发的区域、时段或期间。不过由于骑楼的长度通常没办法满足汽车停放的需求，那所以各地方政府均未公告。 虽然市府有建议敢要开放部分顶仔卡停车，毋过因为道交条例禁止顶仔卡停车，就算地方的民代修订相关驻地条例，嘛真难解决问题。 开放汽车的停放，但是可以限制它的巷道路幅宽度，来重新定制这个立法的条件，这样才有办法真正保障社区型的居民他们的停车权利。民代指出，中南部有侪旧社区的顶仔卡少人行，所有停车的困境，呼吁中央适当修法，依照车路使用状况分站管理，避免细条巷仔出现相像的交通困境。记者高雄报道。